大家好，我是傅志玲，我现在就职于台北城市科技大学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可能所谓的限制就是家长会认为说，女生你就是要读书，然后就是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。因为其实以前可能环境下不是那么多都可以在室内体育馆练习，所以我刚开始接触篮球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是在室外的球场做训练。所以你很可能就是会把自己晒得黑黑的，或者是很容易就是擦破皮。可是没有办法，每天我就是喜欢往外跑，不喜欢就是一直坐在椅子上的。一开始当然家人会反对，可是当我们就是沟通过后，其实家长还是选择支持，对，只是他们还是会有他们的担忧。那在我的做法，我就觉得说，既然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就一定要做到最好，我不要那种让自己或者是让家人后悔走了这条路。当我再重新回到教练这条路上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跟着球员一起在学习，我也是从他们身上学习一些现在小孩子在想什么。然后我再跟旁边的学姐们去学习现在的教练要怎么做，我们不能再用我们那个年代的教练的方式来对待现在的小孩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还蛮微妙的，就是我不会把自己架设在我就是教练，其实我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大姐姐甚至于妈妈的角色，就是我们是互相在学习的。我们那个年代是教练一个人要会体能，然后所有的技战术就是他一个人要包全部。那现在我们都知道，其实一个球队除了教练、总教练、助理教练，再来还有体能教练，然后再来还有防护员，就是在每一个分工这么细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就是对于球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。我总教练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说你的身体状况如何。我觉得这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跟这个年代其实是不一样的地方，最大的区别。新飞以前是职业棒球，就是我们国内的职业棒球。那以前他一开始是在台南统一狮，后来有去过日本职业队，然后又回来台湾，对。然后从结束职业球员之后，他是带职业队的教练。那现在也跟我一样，在我们学校任职学校的老师。那儿子的话，我刚好两个儿子，一个打棒球，一个打篮球，刚好传承我们两个人的兴趣，对啊。觉得就是说，既然你选择了，就要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。因为其实以现在的年轻人，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大的一个理想跟抱负，但是理想跟抱负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，往往会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挫折，他们就会选择放弃。其实放弃真的非常简单，但是你要坚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就是送给他们就是要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。